嗨，大家好，我是坦皮叔。今天是2025年9月19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304，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410天。在这个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克兰媒体以及俄罗斯军事博主的信息均显示在多布罗皮利亚附近，俄军正遭到分割包围，乌军的反击有条不紊，不断有视频展示成群的俄军被俘，激烈交战阶段已经结束，当前是系统性消灭敌军、稳步推进的阶段。俄军尽力救援，投入了4个步兵旅和1个海军陆战团。乌军如果能成功封大包围圈，将创造开战以来一个纪录，全歼包围圈里面的俄军。开战至今除了马里乌波尔因为特殊情况被围导致乌军放下武器之外迄今为止，俄乌两军都没有打过这个像样的这叫围歼战，也就是很难成建制的全歼那么这一次据说有可能在多布罗皮利亚方向要实行对俄军的一个突破也就是围歼战。近期乌克兰为一连串胜利感到欢欣鼓舞在这个战斗最激烈的区域接连切了俄军2刀，把俄军突出部切成3块，乌方称大量俄军被困其中，甚至泽连斯基还说我认为目前俄罗斯缺乏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实力。实际上这个所言不虚这个绝不是乌军吹牛和宣传，因为这个泽连斯基已经亲自前往多布罗比利亚。根据法新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月18日宣布，他已前往顿涅茨克地区探望士兵。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我会见了参与多布罗皮利亚反攻的士兵。”这个泽连斯基还说乌军清理了超过170平方公里和另外9个居民点。一名乌克兰政府高层消息人士告诉法新社，乌军在最后这一区域消灭了俄军。泽连斯基说乌军俘获了近100名俄军士。大家看视频Шановні воїни, передусім хочу вам подякувати за захист нашої держави. Знаю ваші кроки. Головком неодноразово доповідав мені деталі. Сам бачив ваших побратимів. Я хочу вам подякувати за вашу стійкість. Ви дійсно приклад для Збройних сил України, для всіх воїнів наших сил оборони. Вдячний вас за вашу сміливість. Хочу подякувати вашим сім'ям за те, що підтримують вам. І від кожного українця, кожної українки вдячний вам за збереження України, нашої незалежності. Хотів разом з вами поговорити і привітати вас особисто. Нагородити, подякувати і потиснути руку. Я бажаю вам всім здоров'я, стійкості. Бережіть, будь ласка, себе і бережіть Україну. Слава Україні! Героям слава! І зараз хотів би, щоб ми вшанували хвилиною мовчання пам'ять всіх загиблих ваших побратимів. Прошу. Дяку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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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泽连斯基居然跑到这个交战最激烈的多布罗皮利亚前线去视察，这个和某些躲在地堡里的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个叫视死如归大义凛然。乌军总司令希尔斯基向泽连斯基汇报行动进展、前线总体形势和未来计划。这个泽连斯基说自行动开始以来，我们已经清除了160平方公里的土地和7个定居点，以及17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和9个定居点的占领者。泽连斯基最后感谢士兵们的坚韧不拔，称这个多布罗皮利亚的这个乌军是所有国防军士兵的榜样。所以从这个媒体报道来看，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东部就是波克罗夫斯克方向陷入这个双重包围此前普京的部队在8月取得大肆宣传的突破，但结果却是大相径庭。这个泽连斯基还说他说俄罗斯今年准备沿着4条主要轴线开展进攻行动：苏梅、
新帕夫利夫卡、波克罗夫斯克和扎波罗热。这个泽连斯基说俄军苏梅行动已经失败，损失惨重，尤其是在人力方面，并将部队调往其他战线，他们在那里遭受了更大的损失。我想我们可能会在接下来2天内公布具体点。然后泽连斯基说他说因此俄军只剩下2项行动，但他们损失了太多人力，无法在上述方向上采取有力的额外行动。我认为他们目前缺乏发动大规模攻势的实力。在赫尔松州乌克兰空军一架米格29战斗机向俄罗斯营级总部投下一枚法国铁锤制导炸弹。根据这个拍的视频看这个俄军的台风防地雷反伏击车被掀翻在地，总部大楼夷为平地这个法国人的铁锤炸弹还是名不虚传一发入魂。当然了，这个美国人提供的1000磅的 JDAM 滑翔炸弹，那效果也是不错乌克兰空军出动苏27侧卫战斗机，使用2枚美国提供的 JDAM 滑翔炸弹，摧毁位于恰西夫亚尔的俄罗斯一部队集结点和弹药库。9月18号根据视频看也是夷为平地这是战场上的一些情况。那么现在乌军不仅在战场上痛击俄，更重要的是要打击俄罗斯的钱袋子，就是那些炼油厂。这个乌克兰人是2手抓2手都很硬。最近俄罗斯腹地很多炼油厂遭到轰炸。你比如说周四乌克兰军队对俄罗斯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境内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石油化工公司叫萨拉瓦特炼油厂实施空袭。关键这个炼油厂离乌克兰边境1300公里，炼油厂上空可见浓烟。该炼油厂年产石油产品超过1000万吨。这也是这个当天乌军击中的俄罗斯的3个大型炼油厂之一。就在当天晚上乌军还打击了伏尔加格勒炼油厂。该炼油厂是俄南部最大的燃料生产商，该炼油厂年产能1570万吨，占俄炼油总量的5.6%。遭到打击的伏尔加格勒炼油厂目前已关闭。乌克兰的无人机还袭击了距离乌克兰1000多公里的俄罗斯巴什科尔托斯坦炼油厂。这个炼油厂也好几处冒出浓烟今年冬天俄罗斯人终于有机会体会一下他们轰炸乌克兰基础设施的后果，也就是今年冬天俄罗斯人很有可能要挨冻，过一个寒冷的冬天。自上个月以来乌克兰军队加强了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包括炼油厂、无人机，旨在切断前线的燃料供应。8月份至少发生了13次袭击，这是乌克兰自入侵以来单月袭击次数最多的一次。9月迄今为止已经发生至少6次袭击。这个摩根大通分析显示受乌克兰袭击的影响，俄罗斯炼油厂产量现已降至每日500万桶以下，为2022年4月以来的最低。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就乌克兰人还要继续炸乌克兰发射近100架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俄罗斯境内的莫斯科、罗斯托夫、萨拉托夫、坦波夫等8个地区。被占领地区克里米亚、战科伊和顿涅茨克也遭到打击。有媒体报道俄境内的斯托夫莫罗佐夫斯克军用机场遭袭击，导致发生爆炸和大火。该机场驻扎俄军第559近卫轰炸航空团，该团装备有苏34和苏30、苏35战斗机。也就是不光炼油厂遭到轰炸，这个军用机场一样也难以幸免，难逃打击。9月18号，彭博社援引船舶跟踪数据报道，他说，由于俄罗斯的波罗的海港口遭受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海运石油出口上周大幅下降。截至9月14日，俄罗斯石油每周出口量下降93.4万桶每天，降至318万桶，这是自去年7月以来最大降幅。4周石油出口平均值略有上升，从每天342万桶上升至346万桶，但这一结果是受前几周的影响。消息指出，上周遭受袭击的俄罗斯叫普里莫尔斯克港有2艘油轮受损，俄罗斯的乌斯季卢加港货运量仅为前一周的一半。专家不排除后者的发生与向码头输送货物的3座泵站遭到袭击有关，也就是乌克兰人还要炸这些输油管、输气管。该出版物此前警告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和港口基础设施，可能迫使俄罗斯石油公司减少石油产量。这些设施遭到破坏，降低了他们加工原油的能力。此前，俄罗斯石油公司过剩的原油被用于出口，然而在新的形势下，这些公司的石油储存能力可能迅速饱和，导致被迫减产。那些储油罐都装不下了，因为它炼油能力在下降，出口的能力也在下降。最终它那瓶瓶罐罐装满了之后只能减产，把油井封上。不光是对炼油厂和这个机场进行轰炸乌克兰
兰的敌后武工队啊也非常活跃。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叫杜杰诺的变电站发生火灾，被彻底烧毁，导致罗斯托夫州亚速区的大多数定居点都断电。乌克兰敌后武工队宣布对此负责。这个敌后武工队不仅跑到这个海参崴这个搞爆炸，还在这个俄罗斯境内搞各种间谍监视这些俄罗斯的重要人。我们再看看外交国际援助。这个泽连斯基说在支持就是北约出资为乌克兰购买美国武器的这个倡议框架下，2个援助计划包括爱国者和海马斯系统的导弹。这些导弹计划于8月4日到5日宣布获批。五角大楼昨天确认了交付，也就是这个5个亿的这批军火是由北约出钱买的，马上就要送到乌克兰了。这个武器主要是爱国者和海马斯的这个火箭弹。这个泽连斯基他说 A 计划就是结束这场战争， B 计划是需要1200亿美元，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9月17号这个泽连斯基在讲话中指出他的意思是说，我希望我们明年能够结束这场战争。所以他说计划是 A 计划和 B 计划。 A 计划就是明年结束这场战争， B 计划就是明年接着打，就需要1200亿美元。泽连斯基就说他说乌克兰国家预算只拨出了600亿，因此当局必须再筹集600亿美元，也就是乌克兰现在还有600亿美元的缺口。那也就是欧盟这些国家有钱的出钱呢，有钱的捧个钱场有人的捧个人场。这不这个金融时报报道了，他说欧盟已开始筹备一项计划，将冻结的1700亿欧元俄罗斯资产转移至乌克兰。这乌克兰不是缺600亿美元，人家这一下给你整个1700亿欧元，那是3倍以上。欧盟一项计划设想将比利时托管机构欧洲清算银行持有的大部分冻结的俄罗斯资产用于购买欧盟的无息债券，所得将分批转移至乌克兰。你说这个欧盟可真是这个鬼主意还挺多的这是金融工具你这不是强迫吗？也就是什么意思？欧盟要发债，发1700亿债，这个债谁来认购呢？居然不经俄罗斯同意用俄罗斯冻结在比利时的清算银行的这个来认购欧盟发的债。然后欧盟发的债干什么呢？他发的这个债全部援助乌克兰。你说这个岂不要把这个普京还有这个梅德韦杰夫气个半死也就是到期由欧盟来偿还俄罗斯的这个冻结的。那欧盟谁还钱呢？是乌克兰还给欧盟钱，因为这欧盟筹集的资金是借给乌克兰，所以乌克兰必须要给欧盟还钱那乌克兰拿什么钱还？乌克兰就拿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赔款还。你说这叫什么事？也怪不得这个梅德韦杰夫普京气得哇哇跳他这么一整呢，欧盟就这么一整，这个性质就变了，不是没收你的资产，你的冻结的资产还在，只不过需要你以后你战争赔款来还。这一弄乌克兰就不缺钱了，对吧？至少这2027年都不缺钱。最近英国批准一项100年计划，英国将向乌克兰转移价值30亿美元的俄罗斯冻结资产，提供150门火炮新型机动防空系统，为乌克兰军队提供训练和后勤支持，并支持其远程武器生产。英国还将成为乌克兰在能源和稀有矿产领域的主要合作伙伴。这个乌克兰的国防部长施米加尔他把泽连斯基说的这个一年要花1200亿美元来计算了。他说去年俄罗斯在对乌克兰的战争中花费了1500亿美元。他说我们无法达到这个数字，但我们的目标是1200亿美元。他说乌克兰一天的战争花费是1.72亿，而1年前这个数字仅为1.4亿美元。乌克兰国防支出占 GDP 的31%，为世界最高。俄罗斯窃取了乌克兰11年的增长。乌克兰保卫着整个欧洲，世界已改变。波兰和欧洲在过去几天感受到了这一点。这个波兰总统卡罗尔纳夫罗斯基说他希望盟国在波兰领土部署核武器。这个对俄罗斯来说可不是什么好消息。这个俄罗斯天天拿核武器来威胁全世界，威胁欧洲国家，动不动要和平这个和平那个。这个俄罗斯的电视台的一个评论员还是主持人叫索罗维耶夫公开宣称他说欧洲领导人正在让乌克兰或波兰遭受核打击的时刻越来越近，并且他还威胁西方政治人物，呼吁在西方领导人下次访问时拆除整个街区。什么意思就是这个西方领导人访问基辅的时候就用核武器把那条街都轰掉，这样约翰逊就可以换尿布，斯大布可以离开了。这个俄罗斯人把那个核武器挂在嘴边，有事没事就拿出来盘一盘，这下好了人波兰人公开要求欧盟盟军在波兰部署核武器，这个绝不是说着玩的那么法国很有可能就要付出行动了。法国此次部署东方哨兵行动的一部分，法国核力
辆载具首次正式部署于距俄罗斯加里宁格勒以及白俄罗斯如此近的区域，也就法国是派了几架阵风战斗机啊部署在波兰。这个阵风战斗机就是可以携带这个核武器。这个马克龙啊，他一直说啊，他也给欧洲啊提供核保护伞。本来这个德国和波兰还扭扭捏捏不太乐意，他们更希望是美国的核保护伞。这个我在以前节目也说了啊，但是现在啊，波兰人、德国人都已经醒过来了，指望着美国的核保护伞，这个固然好，但是啊有点渴望，是吧？还不如这个法国的这个核保护伞更实际一点。对波兰而言，法国阵风战机的抵达意味着其长期寻求的盟友军事强化承诺终获兑现。对莫斯科来说，这无疑是明确警告，北约盟友不仅准备协防领空，更将在联盟边境前沿部署具备战略打击潜力的军事。这个德国总理默尔茨啊，他在联邦议院审议2025年联邦预算辩论时说啊，向普京投降是不可接受的选择，这既不会给乌克兰，也不会给欧洲带来和平，只会助长进一步侵略。这个默尔茨啊指出，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早已波及欧盟和北约成员国，并直接影响德国民众生活。他说啊，我们希望战争结束，但同时也担忧冲突可能长期化，以牺牲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为代价结束战争，对我们这些盟友而言是不可接受的。强加的和平，没有自由的和平，这就是投降，而且只会鼓励普京寻找新的目标。莫尔斯说啊，我们正果断采取行动，形成统一阵线，明确表明德国深知其对欧洲自由与和平的责任，德国正在欧洲重新承担领导责任，而且不再犹豫。这个莫尔茨甚至说啊，他说增加国防开支的决定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北约在海牙峰会上的分裂，相反，该联盟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如今我们可以称之为新北约。这莫尔茨说这话很有意思啊，所谓的新北约，那新北约和旧北约有什么区别啊？成员国没有任何变化啊，那怎么还来个新北约和旧北约？实际上，所谓的新北约和旧北约就是美国的态度发生变化。以前的旧北约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大家都为美国马首是瞻，美国说了算。但现在新北约什么意思？就是美国啊，他已经不再关心欧洲的安危了，不再承担这些义务和责任。那所谓的新北约呢，那就美国的权重在下降，对吧？美国很有可能不理你那个北约第5条，特朗普高兴的就执行，不高兴他不执行。新北约需要有个带头大哥。知情人士透露，在冯德莱恩与特朗普通电话后，欧盟计划最早于周5向成员国提交针对俄罗斯的最新一轮制裁提案。周2通话结束后，这位欧盟委员会主席表示，该制裁方案是第19轮制裁，将针对加密货币、银行业以及能源领域。美国已向其7国集团盟友施压，要求对印度和另外一个印度购买俄罗斯石油的行为征收高达100%的关税，以迫使普京乌克兰方面回到谈判桌前。当然，这个要求挺难实现的。知情人士表示啊，特朗普还在通话中重申，相比制裁，他更倾向于通过关税施压。总之啊，欧盟啊，马上第19轮制裁就要出炉。《华尔街日报》一针见血地指出啊，他说特朗普故意向欧洲提出不切实际的条件，以避免给普京施加压力。特朗普现在在英国访问啊，英国国王在那个晚宴婚姻仪式上，那个视频大家可以自己去找着看啊。这个英国国王回忆了这个英美两国的传统的友谊，甚至啊，我看这个英国国王还挺有意思啊，他谈到了这个美国人的独立战争好像7几年，华盛顿呢率领的美国是吧？好像什么莱克辛顿的枪声呢。总之啊，脱离英国殖民地吧，对吧？脱离英国，这个英国国王啊说，华盛顿呢当了总统以后发誓再也不踏上英国这个领土一步。但是今天他说我们英国和美国对吧，结成如此深厚的友谊，这个是华盛顿和这个英国国王的祖父啊，什么武士啊所想象不到的，因为他们当时是仇人嘛，啊，你死我活的。然后这个国王啊回忆了1战和2战，英美合作打败了叫暴政，希望这一次啊继续合作打败暴政，支援乌克兰啊，这是英国国王对这个特朗普的一个呼吁。根据这个俄罗斯媒体报道啊，他说俄罗斯现在每6家大公司中就有1家无力偿还债务。最近啊，对吧，有媒体报道啊说俄罗斯的公司啊要到大国发熊猫债，实际上风险非常大啊，因为俄罗斯的这些大公司啊已经被普京掏空了，对吧？这个
将近4年的战争啊，这些大公司深受其害。大公司面临着几个问题啊，对吧？当然了，这个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公司理论上啊，他们不应该赔钱的，因为它毕竟就是卖石油和天然气。但问题是一个是俄罗斯国内的这个融资成本奇高，对吧？它的基准利率的21%啊，现在在降，你能降多少？降到18%，那也非常高啊。这么高的成本，哪个企业能扛得住啊？就是你的企业再赚钱，18%的这个利息啊。第二个就是卢布升值，卢布一升值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俄罗斯它也是外汇也是管，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都是用美元结算，就是美元计价。那这些公司出口了天然气和石油之后回来的都是外汇，这外汇然后要兑换成卢布啊，他们在国内花。那卢布一升值，这个卢布兑的就少了。这个道理很简单，卢布兑回去一少，本来他们那个融资成本就高，利息就高，对吧？这个营业收入还少了，那它利润肯定是下滑，就赔钱呢。所以啊，俄罗斯越大的公司啊，越面临着破产。所以你看啊，俄罗斯现在每6家大公司就有1家无力偿还债务，等着破产。所以这个要发这个熊猫债的话，那黄俄要买的话，那就是做贡献，这就是啊实实在在的做贡献。最近这个普京召开了这个叫俄罗斯对吧经济会议啊，把这个总理舒斯金还有一堆经济官员开会，开什么会呢？就是未来3年这个预算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啊，有很多媒体报道啊，这个普京啊，这个可以说是心情非常的沉重啊，这个气氛非常压抑。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啊，俄罗斯的经济出问题。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加过一些公司的啊，高层的什么策略会或者董事会。一般的你在公司混到中层以上啊，就有机会参加这个会议。在这种会议上，他一般1年或者1个季度开一次，1年开个2次，就是要定下半年的目标或者定明年的目标，总结一下上半年干得怎么样，对吧？那个跟当初的预算有没有偏离，差多少？这种会啊，除非啊那业绩特别好，那大家开的就是神仙会，大家都很开心。开会就是走个形式啊，吃吃喝喝。为什么呢？因为业绩好啊，董事长、老板都很开心。然后开完会再吹吹牛啊，明年再定一个更高的目标，很开心。就是那种业绩下，对吧？年底定的第2年任务根本就完不成，差一大截子。所以这种会一开啊，大家都是把头埋得很深，然后一问一个不吱声，对吧？老板在上面声嘶力竭的在喊说话，下面人谁也不说话。我看俄罗斯媒体报道的啊，这个普京召开的会议就跟我描述的这些董事会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普京一个人在说话。普京说啊，各位，我们现在的经济情况大家也知道了，我们去年定的目标还算数吗？下面没一个人说，这为什么没完成？是哪儿出了问题？有没有人能说说？下面都把头埋着，包括总理秘书金啊。这个普京只好自问自答，因为没人接他的话，没人敢回答。普京说了，我们说好了，去年对吧，做预算的时候，既要考虑到通货膨胀，又不能损害经济增长，这叫两全其美啊！经济不能失速，巧妇难为无炊啊，对吧？很多人说俄罗斯越打越富，那个都是刚开始啊，因为军工一开动，大炮一响，黄金万里，就这意思。各种军工需求在疯狂的这个上升，然后这个军工产业不就需要劳动力吗？其他的行业劳动力就少了，而且军工行业劳动力那个工资有保障，工资还高，其他行业劳动力低，对吧？俄罗斯的这个失业率都是1%以下呀，这普京就经常骄傲，对吧？吹这些数字，他失业率非常低，那就导致其他行业招人了，工资就是对吧？那俄罗斯的当兵的工资涨了，然后其他行业工资也涨，导致通货膨胀，对吧？等到俄罗斯整个的经济啊，已经向这个战时经济转换，等它转换完之后啊，大量的财富在乌克兰战场上消耗掉了，不能产生收益啊，就像某些国家在那大山里面修大桥，很漂亮，很宏伟，但是啊，不赚钱，你要还债，最后成为经济的拖累，一个道理啊。这个俄罗斯就这样，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啊，乌克兰现在打击俄罗斯的炼油厂，对吧？打击它的钱袋子，再加上欧盟啊19轮制裁，那这总得管点用啊。所以俄罗斯的经济啊，现在是崩溃的边缘，总有一些黄俄啊。哎，你老说崩溃，我也没看见俄罗斯经济，它的崩溃是在一夜之间，对吧？它就跟那个《红楼梦》里的贾府衰败，从那个元妃探亲开始就已经衰败了，到了最后崩溃，那也要撑个10年。所以很多这个黄俄啊，这个脑子的不够用，智力不够啊。就是俄罗斯的经济崩溃是必然，但是它还能撑一段时间，就像前苏联一样，一夜之间突然解体，谁知道它要解体？可以说啊，俄罗斯的经济啊无药可治。俄罗斯上半年 GDP 基本上是零增长，下半年恐怕还是负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啊，俄罗斯政府它只能采取特别手段，对吧？搜刮那些寡头、那些富豪，没收他们财产，来维持战争的运转。那他现在加税也是个办法，但是税越加，老百姓越不满。所以前一阵子啊，美西方的媒体和专家，对吧，都提出啊，俄乌战争实际上是在考量上，说考量俄罗
罗斯的武装部队崩溃和俄罗斯的经济崩溃，看哪个快，看哪个能扛的时间长一点。我看不出乌克兰的武装部队崩溃的，我只是看到俄罗斯的钢铁洪流被打成摩托车、电瓶车、自行车，还有这个骡子，对吧？混合运输部队越打越穷。我只看到俄罗斯的军队啊，在战场上每个月他的收获啊，占领的领越来越少，也就是强弩之末还能坚持作战时。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着，感谢大家收。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